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幫醫生嘅健康資訊短片。你有冇發覺屋企嘅老人家對腳越嚟越幼，行路越嚟越慢喎，甚至擰毛巾都有啲困難？唔好以為只係老咗正常嘅現象，其實有呢啲症狀，可能係一種病，叫做肌少症。今日我用幾分鐘同大家拆解下佢成因，同埋點樣可以幫到手。點解會有肌少症？其實離唔開3個原因。第一，自然老化，身體製造肌肉嘅荷爾蒙隨年齡減少，肌肉量就會慢慢下降啦。第二，唔夠營養喎，尤其係蛋白質。如果你餐餐都係白粥餸青菜，身體都冇能源，點建成肌肉啊？第三，最重要，你以為散步就叫運動？錯啦，散步只不過係一啲低氧嘅運動，對建立肌力係冇幫助㗎。如果你唔去刺激佢，肌肉就會話：既然你都唔用我，我就同你講拜拜咯。不過肌少症都可以有預防嘅方法㗎。第一，阻力運動。要預防，一定要做阻力訓練。我舉個例子，訓練手臂肌肉量，唔係一定話要你去舉啞鈴嘅，屋企用2個中型嘅水樽就搞掂咯。日常生活嘅活動都可以做到嘅。第二，你有冇中招？檢測就好重要啦。而家試下即刻用一個簡單嘅測試，用2隻手指公同食指圈住自己嘅小腿最粗嘅位置。如果你圈完中間仲有好大條罅隙，咁代表你隻腳可能冇乜肌肉喎，得棚骨，屬於有風險啦，要立即開始去做阻力運動咯。當然仲有好多其他嘅測試方法，去決定你係屬於高、中、低風險。存錢不如存肌肉，記住老人家最怕跌，有肌肉先企得穩，先有健康嘅晚年。千祈唔好再等啊！如果大家想知更多有關肌少症嘅檢測同埋預防方法，Dr. Pong 幫醫生嘅肌少症健康計劃必定能夠幫到你。請即上我哋嘅網站或者直接致電向我哋查詢。多謝。